主事丰富陈岁白河17号蓝天宫自元旦起举办来阮庙点灯过年跋杯比赛，参加者只要连续跋出2个圣杯，就会当进入2月5号的决赛，争取68万创业金。活动起跑至今已经累计将近有1000人参加。来，我们里面请第4位，第5位，好，谢谢。大家记得呢，比赛卡写上大名、姓名。因为跋杯比赛爱2个圣杯才会当进入决赛，主委饭店警方表示，有真侪点灯的信众无跋到2个圣杯就无机会，感觉有一点可惜，因此临时决定加码一个货柜屋，价值超过48万。点灯哦，非常的多人啦吼，帮我真侪我一个灵感，就是讲为伫我做货柜的吼，我赶紧吼来加码吼，一卡这个做货柜小木屋吼，来参赛的人吼，无进2杯决赛的人吼，莫有失落感啦吼，伊个会当来参赛这个货柜小木屋，有那价值40几万的，搁咱最少吼，即马丰富的信徒，愈来愈多，今年点灯就真正超过1000万人，咱既然有这想法，咱赶快去吼。来回馈哦，这迄种说信徒的这机会。主委表示，这卡货柜内外拢精心设计，内部是分散木桩，加上知名品牌气味窗，外观也用麒麟帮装饰，相当有质感。希望会当互参加点灯跋杯无正经信众一届机会，无68万创业金。2月12号嘛有机会会当将货柜屋炸登去厝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